不乐意吗？你怎么回来了？怎么不乐意啊？我以为还要等一阵子呢。啊？检查了吗？检查了，大夫说很好，非常好，跟年轻人一样。那太好了。安琪，我想问你，愿意跟我过一辈子吗？你等我等你那么久是为什么？哟，我想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喜事要告诉我们呀？啊？看来这封信总算可以还给你了。谢谢你啊，金副总。别谢我，我应该谢谢安琪，要不然呢，我们公司真的要失去你这个人才了。金副总，之前是我太偏执了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其实人生就是这么回事，想开了就什么事也没有了。我相信你爸爸看到你今天这么幸福，也一定会非常高兴的。韩凯，既然你已经回到公司来了，那么过几天的机长联谊会你可不要缺席啊。当然当然，这可关系到飞航协会对我们公司的积分呢。金副总，今天谈公事啊，太煞风景了。哦，是啊是啊，对不起。各位好朋友，JS8开幕到现在已经快1个月了，总算老板跟老板娘正式露面了啊！我们天天来捧场，可是啊，主人天天不在场，这么不够意思的主人，我们该不该罚？怎么罚？罚多少2瓶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综合一下，太多了他们也吃不消，我们就罚他们1瓶好不好？哎，1瓶酒我也喝不下去了，太多了，谁说叫他喝啊？让他瘦。我有一个怪念头，我总怕有一天会失去你。哎，不会的，除非你赶我走，要不然我会黏你一辈子。你看现在风平浪静了，哎呀，总算可以这样一直走下去了。哎，你还在担心什么呀？啊，我没担心什么，就是经过前面那段日子以后，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呀，来之不易。我真是希望我们能够像现在这样，能够一直走下去，一直走到底，走一辈子。我真的不知道安琪姐对我进行这些训练的用意是什么，我想了很久都想不通。哎，安姨，你猜得出来吗？你猜不出来，我当然更猜不出来了。不过呢，我姐姐是很务实的人，她这么做一定有她的道理。啊，也只好那样想了。哎，安姨，最近你店里生意好像越来越好嘞。哎，是啊，哎，刚开了1个月啊，生意就这么好，真是没想到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哎，我最近觉得你好像很容易开心哎，虽然店里很忙，可你总好像高高兴兴的。我现在呢，是彻底想清楚了，我只对开店感兴趣，真的。我曾经睡不着觉，就在想，怎么样把这个店越办越好。东西好吃，人就会越来越多了。我可不这么想。
远大。耶！耶！程峰，啊，来了！哎，安琪姐，昨天的照片，你先收着，晚上回来一起看。我知道啊，因为我没有去拍。为什么你没有去拍？因为我没有去拍，没有去看人家化妆，也没有去跳舞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这些事情很无聊啊！难道要我在飞机上面帮客人化妆，然后跳舞给他们看，而且还帮他们拍照啊？哎呦，我觉得这些事情一点意义都没有，都不懂安琪姐为什么要派这些功课给我。你不懂我为什么叫你做这些事情，你就一口咬定它很无聊。你不觉得你自相矛盾吗？难道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吗？当然有。那你赶快跟我说。自己想。我就是想不出来哦。程峰，你很有可能成为最优秀的乘务员。如果在学习的阶段你不放下自我的话，你什么也学不到。安琪姐，我已经想了2天，也做了2天，我真的想不出来啊。今天到此为止。乃明，韩凯呢？他失踪了1整天，我到处找他，连机长联谊会他都没有去啊。他不在 Jazz Bar 吗？没有。那我打电话找他。哎，他的手机留在 Jazz Bar。安琪，安琪。好险，今天晚上不用看他的脸色了。我又忘事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哎，乃明哥，琪姐，上去看看。他会去哪里呢？乃明，他会不会想不开啊？不会吧？那他到底跑到哪儿去了？我就是不知道啊。不过他最近的忘性比记性强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我在想，他除了你那儿、我那儿，还有这里，他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啊？韩凯，安琪，不要着急。小龙，我们再去找找看吧。好。哎，安琪，怎么样？人找到了吗？安琪，你别担心，韩凯这么大人了，不会有事的。不过我们得找一个理由去说服金副总，韩凯为什么没有参加今天的机长联谊会？机长来了。你跑去哪儿了？你忘了